高雄市目前国内有19条的传播链感染源不明，专家提出着警告，讲这个大正虎就要来了。尤其刷落来清明4天的连假，恐惊会比过年搁较歹控制。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请民众都要谨慎来面对。后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中一间建设公司1月24收到一张用毛笔字所写的恐吓批，内底来写讲，捐1亿的现金给妈祖，也若无就要送庆纸给你。这个署名是董事长间请票，寄这个批的人是写大甲镇南宫。这建设公司马上就来报警，这警方调查的结果，批唔是间请票写的，是一个住伫台中太平独基的70多岁姓李的嫌犯，以前做过老师，讲疑似看电视新闻，对这个社会事真不满，才来寄出这个恐吓批，已经去向移送法办。这个穿白衫查甫人走去批桶前，鬼鬼祟祟落一张批就离开，动作看起来真奇怪，因为这个查甫人寄的批不是一般的普通批，是恐吓批要寄予台中市北屯区的一间建设公司。黄色恐吓批内底毛笔字写讲，爱捐1亿的现金给妈祖，若无要送庆纸给你。欠的是董事长间请票，批容写的是大家镇南宫，建设公司赶紧报警。当时我们其实就是收到这一封信，那因为信封上面的属是给我们主席的私人信件，就是直接在转交，这个大概恐吓的可能性是居多嘛，所以后来报警的方式是。建设公司讲，这张批是私人的批，当时无拍开，后来伫收批人看到了，确认是恐吓批，随报警。案子发生以后，这个严董事长这边也召开记者会，那我们组成专案小组，在28号我们申请搜索票，到这个李姓嫌犯的住家，初步可能了解没有针对特定性，它大概是一个政治立场、政治倾向的问题。大概台中市这边有15封，有受理到报案的，目前确定大概有3、4位。依照警方调查，这不是大家镇南宫董事长间情票所写的，是一个住伫太平区独基的70多岁姓李的嫌犯。较早是老师，敢若是看到政论节目不满中二选区甲镇南宫干事改选的代志，就咧寄有关镇南宫相关的批有15封。互人以恐吓处财，要为着文书罪移送台中地检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